昨昏下晡，哪像是因为雨落了伤过大，台北市网界昆明街320巷有一个新的建案的工地，路是全规的放弃。这个坑有3米宽，深度是1.5公尺深。工务局已经灌浆甲伊吞起来啊。不过这嘛是台北市最近3个月以来第5届出现车路破坑的情形。有议员就质疑讲，是安怎这种情形会一再发生呢？一个新的工地路边规个凹落去，长3公尺，宽2公尺，深1公尺半，差不多一台车的车身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台北市艋舺区昆明街20夜头发生自5月以来第5个土坑，已经灌浆回屯。第4个坑是发生伫咧19号。台北市民生东路2段159巷的路口，路面出现一个长、深、宽拢1公尺的大坑，有经过乌多摆差一点就滑落去。台北市施工处讲，主要是路边的水沟底破，拖山一直路基拢愈加坑去。这里施工会赶紧修理，不过附近的民众也是惊。如果骑车的人开太快，因为那是算是转弯的那个半径里面嘛，可能会塞到。因为从中部上来，其实看到台北市这一阵子有陆陆续续看到，其实也不是第一次，觉得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。台北市伫最近连续路面出现大坑，5月第一件是发生伫咧信义区崇德街，判定是附近的建商施工无细致。顶个月台东区南京西路的车路2边拢凹落去，主要是污水管线破坑。前2天南港因为排水箱的排水管线脱管，和路边规个凹落去。议员质疑台北市今年道路用户有算超过20亿，为什么品质这歹？路面品质我们可以确保是一个没有问题的。那如果说遇到有任何管线造成我们路面掏空或破损的情形，我们就会立刻进来做一个开挖，做一个紧急的处理。工务局讲已经拟定相关的防护措施，会加强定期道路巡查。水利署也会重点巡视管线加涵工箱，各方面做伙做，避免再出现这种大型的土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